2025年第一季 Calgary 嘅房地產市場係上升抑或下跌咗？大選將至，對房地產嘅影響又係點呢？大家好，我係 Jessica Chan， 今日同大家講下 Calgary 第一季嘅房地產嘅業績。咁喺過去呢3個月呢，我哋會見到係有兩極嘅情況嘅，有啲屋都係賣得好快，仍然可能要爭，但同時亦都有啲屋呢係坐咗喺個市場好長嘅時間，2至3個月都冇人問津，咁個情況呢係比較兩極化。今年第一季度獨立屋嘅基準價咧，仍然係有上升嘅趨勢。喺12月底嘅時候係747500蚊，喺3月尾結算嘅時候係769,800蚊。喺3個月內咧已經係上升咗3%，而喺同舊年同期比較咧係上升咗4%。咁喺銷售量方面咧，喺3個月係賣咗2472間嘅獨立屋，係比舊年同期咧係少咗361間。而喺 apartment 方面咧，嗰個基準價係保持喺平穩狀態，係336,100蚊。但係嗰個銷售量咧個跌幅係比較大。咁今年第一季度咧係賣出咗1382間。同舊年嘅同期咧係少咗556間嘅 apartment 係賣出嘅。基於 apartment 嘅存貨量咧都相當多，而家咧係有超過3個月嘅存貨喺市場上邊。喺最近呢幾個月，無論喺經濟或者係政治嘅因素上，令到好多加拿大人都對前景有少少嘅擔憂。4月28號就係我哋嘅選舉日，到時選出嚟嘅政黨究竟可唔可以替加拿大人去處理關稅嘅問題，同埋有可能經濟衰退嘅現象？咁呢啲都係一般加拿大人每日都喺度擔心嘅事情。房地產市場一定會受到信心同埋經濟嘅趨勢而受到影響。正如我喺1月份嘅預測裏面講過，喺春天到夏天嚟嘅時候呢，我哋會面臨一個比較平衡啲嘅市場。咁亦都有一啲嘅房屋，特別係 apartment 會係受到一啲壓力，會係將個價格要調低。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喺市場上面充塞咗好多嘅存貨。今年已經減息咗2次，咁而家嘅借貸利率咧係4.95%，而房屋貸款方面咧5年期咧係3.99%。咁喺2020年，有啲屋主係享受到1.99息嘅，今年咧可能就係要續期啦。咁可能佢哋會面臨到係比以前佢哋享受1.99厘係多咗好多，咁佢哋可能會選擇買屋。咁亦都有啲屋主咧係選擇買屋嘅原因就係因為已經係喺過去幾年係賺咗一個好大嘅幅度。如果大家對 Calgary 嘅樓市房地產有任何嘅問題，又或者你考慮緊賣屋買屋，你隨時都可以 WhatsApp 我或者 email 俾我。Thank you。